大家好，威文今日會介紹聽濤雅苑2座低層醫室，一個面積733尺，3房1套2廁加儲物室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出發去睇睇。買樓唔單止要了解地鐵站位置，仲有生活質素。屋苑勝在環境清幽，旁邊就係海濱長廊，又有單車徑。單位坐向東北，早上有太陽入屋，採光通風都唔錯。樓下仲係公園，屬於小朋友嘅天地。重視教育嘅家長就一定喜愛屋苑對面嘅啟新書院。屋苑小學校網係89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。廚房擺放到特大型嘅雪櫃，足以印證廚房嘅空間感。走廊嘅右手邊有儲物房，亦都可以做工人姐姐房。屋苑設有康樂、運動、美容、娛樂及泳池等設施，配合唔同住戶嘅需要。屋苑亦都設有穿梭巴士往來大學站、海柏花園、鑽石山，方便居民出入。由屋苑步行10分鐘可以到達恒安邨，設有街市、超市及餐飲等生活配套設施，又或者可以去 WeGo 商場、新港城中心購物消費。單位設有主人套房，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，令到單位空氣更加流通。馬鞍山市中心亦設有大型公園、游泳池、公共圖書館、體育館等等，完全配合居民所需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